比起我哋新年收到咁多糖食唔晒，咁可以點算啊？既然我哋新年收咗咁多糖，又收咗咁多祝福，不如我哋而家出去派俾所有人啦！康大夫，這是否就是長生不老藥？都話呢個世界冇長生不老藥，你唔好咁盲塞先得㗎。嗱，不過呢個世界咧有樣嘢就仲犀利過長生不老藥嘅，就係永生。當真？寡人也要永生。不過咧，不如等我哋去問下嗰兩隻嘢先，好冇？行啦！速帶寡人去。係叻啦，行啦。相信主耶穌啦，你得到嘅唔單止係永生，而係一份愛，同埋同主耶穌真正嘅關係。今生一定會活得豐盛，來世也有永生噶。係啊，但好似我哋咁，唔單止生命有改變，仲充滿住喜樂，因為耶穌說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你今日想唔想信主啊？寡人欲信耶穌，寡人欲信耶穌，寡人欲信耶穌。好，你就係第一個相信耶穌嘅皇帝啦，你係有福氣嘅。你要唔要得着呢份福氣咧？速信耶穌啦！如果你都想喺呢個佳節相信主耶穌，得着福氣、平安同喜樂，我邀請你一齊作以下呢個禱告：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賜下獨生愛子主耶穌基督，為我釘死喺十字架上，又為我第3日從死裏復活。我承認過去喺思想、行為、言語上得罪神，我願意悔改，並相信因主耶穌所流嘅寶血，洗淨赦免我生命中一切嘅罪。現在我打開我嘅心門，接受主耶穌成為我嘅救主同生命嘅主。求主憐憫我，醫治我，賜下平安、喜樂同新嘅生命俾我。我願意一生跟隨主，讓父神引導我走前面嘅道路。禱告奉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，阿門。如果你已經發出咗以上嘅禱告，恭喜你啊！你已經得着寶貴嘅禮物啦！鼓勵你將今日決志嘅消息話俾你身邊嘅基督徒朋友知道，或者如果你想同我哋聯絡，歡迎你打電話俾我哋啊！